衣服那个。从夏威夷回来。夏威夷，我要讲夏威夷回来吗？要讲从夏威夷好不好？介绍一下人体故事。哦，好。哦。开灯。啊，不用。可能在几年也需要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今日三主日伫圣殿要来敬拜伊，咱心欢喜是上帝的恩典教育咱用。咱要三主日伫即圣殿的所在来敬拜上帝。咱要做礼拜的大先，先来团练信息，请咱掀开信息66首，信息66首，万米三角主日欢喜。来，万米三角主真欢喜，我路上帝做声音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真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角万民，阿拉天白眼跟上帝。咱搁唱一摆，啊，速度较紧一点点嘛，速度较紧一点点嘛。真欢喜，哦，路上帝做声音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真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角万民，阿拉天白眼跟上帝。咱搁来团练第二首的信息，346首，346首，景有好歹是主所定，346。
上帝来照顾你，念出世界阮都免惊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大日在过，大日出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请咱闭慢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佑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因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。吟诗信诗66首，信诗66首，万味三甲自治欢喜，请起立。你该不给我
咱犹原徛的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白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敢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古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同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7篇，启应文第17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万军的耶和华啊！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囡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仇，徛起伫你的厝的，迄户人有福气。伊的力在伫你。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水泉的所在。伊哪行溃力哪加天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。伫你的殿院住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。伊袂捌留一项好物。万军的耶和华啊！咱同心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愿主来到你的面前，看你的荣光，照亮你的恩典甲慈爱。感谢你日日甲阮同在，赦免阮一切的罪，医治阮一切的病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伫教会内，因主的疼，彼此相款待，凡事靠主的信心来做工，毋是靠家己的才能、势力，也是喙所讲的话。求你也为阮阻挡遐个主所无欢喜的事，也是懒散的话，照主的心意，因你的道路指示阮，互阮成做主好的器具，为主做干净。阮相信主的恩惠，就的确袂绝望。阮嘛要专心听候主，用勇壮坚固的心听候主，通得主的欢喜。即时求信心充满伫圣殿内，伫每一个敬虔渴慕主的人心中，互阮享受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美好。愿你施阮赐福，愿尊贵荣光归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所要学落的诗歌是《伊互我的心唱新歌》。
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4章12到20节。加拉太书第4章12到20节。伫主播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换着我来读。兄弟啊，我求恁就亲像我，因为我也亲像恁。恁拢袂捌客气我。恁知我头一摆传福音互恁，是因为肉体软弱。迄个为着我的肉体，恁有受气，犹久无看轻，也无厌战，是接纳我，亲像上帝的天使，也亲像基督耶稣一样。恁当时所欢喜的福气伫倒落，因为我甘尽恁世事的做伫，恁就掠你的目睭互我。当我用真实甲恁讲，是真做恁的cứu赎吗？因甲恁亲热，毋是好意，是爱过长恁，互恁甲因亲热，多多伫好事，来常常互人甲恁亲热的时好。毋然我甲恁伫地的时就安尼，我的细囝，我为恁各受心善的艰苦，到基督的形状正伫恁的心。我会即个甲恁伫地来换我的声，因为我为着恁流毒。讲道，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做一位自由的见证人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开声学落你。愿主你的神帮助阮，伫阮生活的每一天、每一时刻，阮也会当用阮的性命来学落你。愿主今仔日借着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也借着主你所讲的话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成做你的见证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对2019年开始，2019年，吼，咱就是牧师来，牧师是2017年来的嘛，哈。从2019年开始呢，咱每一年拢有一个真特别的福音主日，就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。靠除2021年迄年有疫情，吼，新冠肺炎 COVID-19 的疫情的缘故暂停，到当咱拢总已经有6摆的时间。这6摆的这个主日，咱拢总有19位兄弟姊妹徛伫台顶为主做见证，因分享因家己的软弱。是怎样伫因的软弱的顶面，怎样经历上帝保守，看见上帝作为，阁是怎样我靠上帝的灵敏甲信息，度过因人生的风影。这时咱也来回顾使徒保罗伫加勒泰教会见证。加勒泰教会毋那是指某一间教会，是加勒泰地区正教会。今仔日的经文13节到16节，咱看周报后壁面嘛有牧师来读。恁知我头一遍传福音互恁，就是保罗所讲的。保罗讲，伊加勒泰教会人讲，恁知我头一遍传福音互恁，是因为我的肉体顶面有软弱。迄碟为着我的肉体，恁有受气，犹久无看轻，也无厌战，是接纳我亲像上帝天使。也亲像基督耶稣一样，恁当时所欢喜的福气伫倒落，因为我甘情恁世事为做的，恁就举恁的目睭互我。即句话可能大家看咯、听咯，毋是遐尔清楚，总是有另外一个译本。伊翻译安尼讲，保罗即句话意思是讲，我敢讲，恁当时吼，若着互恁的目睭挖出来互我，恁嘛是甘愿啦。好，安尼翻译，大家可能较听有。16节讲，当我用真实甲恁讲，是真做恁的求求吗？对这段经文，咱知保罗当初因为伊伫肉体顶面的软弱，才有第一摆头一遍加勒泰传福音、见证分享的机会。
总是迄时的保罗到底伊到底是有啥物款的毛病？照所记载的文字来看，应该是目睭方面的问题。毋过，伫现代侪圣经学者却是认为讲，保罗迄当阵所讲的软弱无无一定是目睭的问题，应该是一种互人无爱穿裙衣，互人看到会感觉哦，爱米较远的迄种的情形。对安尼，保罗真肯定，所以对安尼来看，保罗也真肯定加勒泰的正教会伫迄当阵对伊的接纳甲支持，因无因为伊所拄着的问题就拒绝伊，因阁宁可用因家己本身来替换保罗的痛苦。一开始是安尼，毋过时间久来，加勒泰教会对保罗的态度却有180度的转变。咱阁来看12节。12节一开始，伊讲兄弟啊，我求恁着亲像我，因为我也亲像恁，恁拢袂捌揭开我。阁跳到15节，15节讲恁当时所欢喜的福气伫倒落，当我用正式甲恁讲，是诚做恁的求求吗？保罗当初伫做见证分享的时阵，迫切仰望加勒泰的基督徒，袂亲像伊安尼，袂阁受到律法的限制。所以对这点来看，迄当阵加勒泰教会所拄着的问题，就是一种高举律法的观念。这种高举律法一定爱受割礼的这种的观念，造成因对福音错误的理解。怎样错误的理解咧？譬如讲，迄当阵有一寡人在讲啊，你着爱做一寡努力吼，你着爱做到某一种程度，才会当受称作是上帝的囝儿。这也是保罗所讲的另外一个福音，也就是错误的福音，是假的福音。真正的福音就是保罗对一开始传予加勒泰教会的福音，就是独你若有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，你就会当称作是上帝的囝儿，无啥物条件，就是这点尔。咱若有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伊的保费洗清咱的罪，咱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所以到底要怎样才会当称作是上帝儿女？安尼看起来，这个问题实在是真简单回答。总是看起来简单，总是一点仔拢无简单。因为迄当阵这种的观念，就是你爱做这做迄，你就爱完成遐的，完成遮的，才会当受称作是上帝儿女的这种的观念，早就定根伫犹太人的心中，也直接影响着初代教会遐的基督徒。就算讲保罗伫一开始伊用正确的福音来建立教会，毋过等伊离开了后，因为保罗是一位宣教师，伊建立教会无偌久了后，伊就爱搁离开，搁要出去到其他的所在，搁传福音，搁建立教会。所以等保罗离开了后，加勒泰地区的遮的教会就开始搁受到另外一种福音的威胁，就是高举律法的这种的想法。在迷惑，变做是讲原本就是独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到当却变成讲你要成做上帝囝儿，毋那安尼尔哦，安尼阁无够开哦，安尼阁无够，是有条件的。其实莫讲迄当阵初代教会，就算讲到伫现在咱21世纪，咱即阵基督徒是毋是也定定会想讲？爱有聪明智慧，爱有文士才情，爱身体勇健，爱病得到医好，才通讲是有见证，才通称作是上帝所欢喜的囝儿。咱在见证到底是在见证什么？顶主日的讲员有讲到。所罗门王所求的是会当判断好歹的智慧，
结果上帝竟然另外赐予伊超越伊通想象的遐个富有、遐个尊贵、遐个荣光。无毋对，咱若对世俗、对世界的角度来看，遐个所罗门王所得到遐一切，拢是互人感觉真欢喜、真兴酸，佮受到鼓励甲安慰的见证。毋过，遐拢不过是表面那定，遐一切不过拢是伫表面那定。对圣经的记载来，咱知影，咱若是继续看所罗门王的记载，列王记上悬，咱若一直搁看落去，遐个丰盛其实是一刀两刃。真简也在讲人的称赞，也试验人。上帝所赐予所罗门遐一切丰盛，是一个真好的见证，无毋对。总是遐个丰盛，上时也是对所罗门的试炼，是伊伫信用顶面的试金石。咱看到伫最后，伊无用遐一切丰盛来回应上帝，伊无守条就守条，守着守条的道理，就安尼渐渐来离开上帝。咱又阁是在求什么？是要见证什么？今仔日的经文17节，咱来看17节的经文，伊讲因就是讲遐个传遐个高举律法的遐个人啦，吼，就是爱高举行为、高举律法遐个人。因甲恁亲热，毋是好意，因为因所传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啦。过来讲，因是爱嫁当恁，互恁甲因亲热，互恁通接受另外一种的福音。伫长老教会，咱常常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讲，唉，我实在无啥物见证呢。毋知大家对即句话是毋是足有感触、足有印象？你看我即个人敢若无啥物见证。其实伫即句话的背后，就是一种对主耶稣的犹豫甲毋信。当伊在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可能是感受到讲我一定是倒位做甲无够呀，我可能是倒位做甲无够好，才无法度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。无法度亲像某物人遐个遮尔丰富，遮尔丰盛，病阁得到医治，遮尔勇敢。若是安尼，我嘛会当来做见证。总是我无啊。兄弟姊妹，即种的观念若是不断照安尼传出去，规个教会就开始会受到另外一种福音的影响。无法度用一个自由的，无法度用一个上帝囝儿的这个身份为主做见证，就无法度有满腹的信心对别人讲，来啊，信耶稣足好的。因为家己可能在心肝咧想讲，信耶稣敢若也无甲会偌好啦。你看我安尼，颠倒亲像一个奴隶，一直在惊家己是毋是倒位做甲无够开。真惊家己受责备、受看轻。咱若是有安尼在想咱就亲像迄群加勒泰基督徒受到世俗眼光的捆绑，定定会想讲，咱的病若无得到医治，咱的人生若无逆转胜，就一定是咱祈祷无够，信心无够，一定是咱倒位做甲无够，才有即种的才会有这种下场。然后咱就可以注意另外一种福音的声音。什么是另外一种福音呢？有的人会开始教导，开始讲你着大大开嘴哦，你着大声呼求哦，上帝一直会甲你充满。捌听过无？可能有。你着爱求啊，大声较大声的。爱求，然后上帝就甲咱充满，咱就会当出去为主做见证。请问咱是要充满什么？咱是要互什么充满？
是遐个富吗？是健康吗？是钱财吗？遐尼出名的所罗门，互上帝大大充满，伊的结局是啥物？毋是讲求智慧毋对，也毋是讲咱有好的产业丰盛、财富毋好。重点是啥物？重点是所罗门的智慧、所罗门的丰盛，结果诚做刣死，甲伊刣死，刣死伊灵魂的刀剑。只要咱若无细腻，如果我们稍微不小心，咱就会将福音世俗化，咱就会照世俗的眼光来理解福音，感觉无论若是有啥物代志，若无好的结果，就毋是福音。所有的代志一定要有好的结果，才是福音，才是见证。这就是咱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福音，咱就会即种的想法，就是要有好的结果，好的才是福音，才是好消息。咱的好消息是因为咱有钱吗？咱甲别人传好消息，是因为咱好业，是因为咱健康吗？毋是啊，是因为咱有耶稣基督啊。咱着爱细致，千万毋通将福音亲像外口伫卖迄十字架的破链，毋是讲十字架破链毋好啦。迄十字架破链看起来真水，金光闪闪，真水。我们不要把福音当成是一种世俗的商品，在展现什么？我们是要展现什么？但是我们不是展现那些外在的东西，我们要展现的是那个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子嗣。就在这十字架所表明的，是咱对耶稣的牺牲、对死国外的这个身份的确认。但是咱伫苦难中毋敢为主做干净，迄才是感觉家己无够资格为主做干净。这是毋是也是在表明咱对十字架的救恩有错误的理解？若是咱所信、所传、所做的见证，还是照世俗的法则甲价值观，咱到底是在信什么？咱到底是在信什么？爱要见证什么？咱若无想清楚，咱的见证定定会白卡白手，就会感觉家己一直感觉家己的性命实在无啥物通好分享，实在无啥物通见证的。第19节、20节，保罗阁讲：我的细囝，我为恁阁受生产的艰苦。到基督的形状，正伫恁的心。我爱即碟甲恁伫地来换我的声，因为我为着恁丢除。20节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是讲：我真爱即阵就赶紧到恁遐去，通用无共款的口气甲恁讲话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对待恁啊！保罗的内心实在感觉足忧闷的。伊足艰苦心的，伊当初所传的福音，已经到现在，敢若强要规个拢歪去。若是照世俗的标准，伊实在是一位真失败的传道者。福音传到安尼，教会建立到安尼，敢对？一点仔见证都无啊！毋过伊犹原继续为主做见证。伊知影，伊正经所传的福音会受到错误的理解，拢是因为人的软弱。保罗袂因为人的错误，也袂因为伊家己本身陷入伫即种无无明的境况，伊就掠福音做见效。伊知伊毋是为着家己在求，伊也毋是为着家己在做见证，伊是在为主做见证。
伊深信福音是上帝大能力，要拯救拢总信的人。这款的信心，互保罗伫即种会互人配烂的即种情形，伊犹原有仰望啊！伊仰望借着即张批信，会当将加勒泰信徒带倒转，回头毋看虚假，互伊也会当甲伊共款来深信，无论是伫咧悬还是低，无论是善车还是不污，无论是活还是死亡，无论是伫怎样的境况，拢会当脱离世俗的眼光，脱离因果循环的即种世俗的法则，成做一位自由的见证人。世间人见证上帝怜悯甲慈爱，见证上帝信实甲公义，见证上帝公义甲公平。我想，咱会当对咱的祈祷开始来学习，开始来注意，怎样用祈祷来为主做干净。一个受到世俗法则捆绑、失去自由的见证人，因的祈祷定定是安尼啦吼。因的祈祷定定是讲：主啊，如果吼你有安怎搁安怎吼，你若有照安怎来安排来处理吼，我就安怎搁安怎。听有无？上帝啊，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吼，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这种就是伫咧高碗条件的伪见证啊。伪钞大家知道伪钞嘛？伪钞看起来很真，对不对？敢若真的伪钞，就是伪见证，就是看起来是真的，总是伊是假。照讲，这种的见证常常发生在什么人的心中？照理说，这样子类型的见证，通常是发生在无道友，或者是初信的人的心中。因为上帝知影，因也是受到世界法则的捆绑，因也是受到世界法则的限制，所以上帝就用因会当理解的法则来对因讲话。就亲像保罗伊所领受的，保罗讲：我对什么款人，我就诚做什么款人。通常这种条件式的祷告，就是发生在慕道友或初信者的身上。因为因原本就伫咧世间嘛，所以因诚理解世间的法则是什么。毋过，当咱因为这款的伪见证进入信用团体，然后要开始锻炼家己的信用，是不是会当更较坚固徛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？咱就要渐渐将旧的衫脱去，将新的衫搁穿起来。我们就要把那些伪见证给它挪掉、挪去，咱的祈祷就要变成安怎才对呢？一开始咱的见证，咱的祈祷可能是讲：主啊，如果你有安怎吼，我就安怎。咱爱进步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主啊，无论你安怎，我犹原仰望、坚定信靠。无论你安怎处理，无论你安怎安排，我犹原会当委身服侍。俩上帝做欢喜，我们的信仰要进步到即或不然呐、若是安尼，咱就会当脱离世俗的眼光，成做一位自由的见证人。要讲另外一种的伪见证，好，伪见证就是爱伫众人面前大声祈祷，亲像是在做互人看。牧师所讲的，不是遐伫咧什么特会啊，或者是在一个真紧张、真迫切诶，迄个情形的内面，迄种的大声的祈祷，牧师不是指迄种的，牧师是指迄种刻意为之的祷告。牧师举一个例啦，有一摆吼，牧师和我袂记得我请倒一位牧师，阮去外口食饭，伫咧餐厅食饭。阮伫咧食的时阵，就听到附近一个就是附近的座位有一群基督徒牵手，有一个人带祈祷。
祈祷祈祷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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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离阿久哦，几啊分钟哦，不是谢饭祷告，一开始因的阿门，我计是因伫谢饭祷告，还不要紧啊。哦，结果伊就安尼阿门，阿门。其实我是牧师，我实在是感觉，敢有必要安尼？其实信仰在台湾呐，宗教自由，我们要互相尊重。咱想看觅咧，说实咱去食饭的时阵，边仔有人一直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咱做啥物感想？对不对？换位思考一下，哈。对伫迄种的大声听讲的迄种的祈祷，耶稣电动爱咱伫祈祷的时阵，就是去房间内面将门关起来。意思当然毋是讲定定咱在祈祷的时阵，逐摆祈祷拢爱闭伫个房间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是爱咱通注意听圣神的声，耐心听候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引带，毋是听讲伫正人遐这餐厅遐听讲阿门，互大家别人听，哦，我感觉我足敬虔的，感觉这个信用吼偌好咧。你看我安尼遮尔投入，遮尔热心。毋是安尼，耶稣所求的是爱咱甲上帝有亲深的结连，亲像伊甲天父迄种的亲密，是用一种自由的儿女的身份来回应上帝，是一个掠上帝欢喜做欢喜，掠上帝忧伤做忧伤的即种的关系。咱毋免用偌大的声音，上帝才有听，因为伊就伫咱的内面。咱也毋免用偌尔啊水的言语，上帝才会去听。因为囝儿的提口，囝儿的提口一定会得到父母的注意。幼婴啊，袂晓讲话，一定用哭的。伊敢着一定爱讲啥物，父母才会去注意吗？无嘛，伊提口，父母就会去注意。咱也无一定爱得到医治、得到平安，才会当为主做干净。因为耶稣所受的鞭拍，咱早就已经得到医治啊。我们已经得到了，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还没有得到，因为耶稣所受到的刑罚，咱早就已经得到平安。咱也无一定爱有丰盛的产业，才会当为主做干净。因为上帝就是咱的产业，是咱杯中的份业，敢毋是安尼？兄弟姊妹，咱所信的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咱基督徒在为主做干净的时阵，上大的阻碍就是人性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眼见为凭，就是爱有看的才有准算。毋是讲眼见为凭毋对，亲像12个使徒拢是亲身亲目见证耶稣基督是安怎对死国活，也亲自领受信心，这一切拢是因真实进入救恩得到所应允的真大真重要的根据。总是打伫咧保罗身上上好的见证，就是基督的行踪已经成伫伊的内心，成做伊一生的至宝。伊已经脱离世俗的眼光，伊无可认为青面的就爱看见才是见证，伊无可认为摆骹就一定爱行路才是有见证，伊甚至无搁去求，也无搁质疑上帝是毋是将伊身上的迄支刺，甲伊掰掉，伊拢会当见证。一支刺、两支刺、三支刺，保罗拢会当见证。进前加入太教会，完全接纳保罗的软弱，见证福音的大快乐，也亲像保罗热心追求伫基督内面的自由，但因却因为错误的教导甲迷惑，佮将世俗的法则捆绑伫家己的心上，实在是真可惜。兄弟姊妹，毋茫已经
伫咱生命中掌权的耶稣基督，愿伊的行踪会正伫咱的心，亲像正伫保罗的心。咱着坚定咱的心志，脚步在我，继续做一个为完全脱离世俗的眼光、自由的见证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予阮，予阮因为耶稣的牺牲得到救，通称作主你的囝儿。愿阮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拢通为你做见证，荣光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346首，信诗346首，更有好歹是主所定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，手奉献诗。
请坐。公道，咱请来掀开主部的内页。咱来看公道的事项。原主帮助阮将是一个救赎的真理定根伫内心。阮互主亲做伊，都是因为阮对耶稣的信。那么为着集体，陈王兰、沈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林以诺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春枝、杨若琳、洪丽凤、陈昭明、詹若瑜、吴以轩、陈婉柔、林子瑜为因来代祷。那么为着明年度各部各团体事工计划甲预算的编列，求主赐下智慧甲仁爱，带领阮行向合一的宣告。那么为着花莲堰社湖溢流重灾区的身心恢复、安置重建等，求主灵命医治安慰，赐下智慧信心毋忘。咱同心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听我众人的祈祷。你知影每一个人心内的需要、忧闷、期待甲毋望。求你给我阮的信心，按你的旨意来承受，互我看见你的作为比阮的祈求搁较大。求你亲自看顾、医治、保守甲开路。愿你的真理根植阮的心。互阮真侪坚定、自由的门徒，愿你的疼痛，互每一个身躯的病痛、心内忧闷的人经历主的平安。愿你保守教会的事工有合一的心智，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勇气。愿你纪念灾难地区的百姓，互平安临到，互希望重现。主啊，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。阮相信你的时间上好，你的安排嘛上大。愿你的信心继续引带阮，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，做一位自由、见证基督的人。阮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基督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人。无伫传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伊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弃。阿门。报告伫报告的内心，咱先欢迎咱有张仁礼牧师，伊今仔日跟咱三甲聚会，咱请牧师。张仁礼牧师是这位牧师之前我传道师是在七星宗会，好派到七星宗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跟仁礼牧师有很好的一个，我们分配在那个财务部啦，哈，在宗会的一个部。那仁礼牧师很照顾我们这些后辈这样子哈，所以很感谢神，今天仁礼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
咱做伙来看珠宝教会消息。第一，11月15号礼拜六上午10点召开中聚会，下晡2点召召开2026年施工研讨会及预算会议，请各部长职及2026年各团契新任及续任会长辅导列席，并报告明年度施工计划及预算。第二，后主日11月10日，阿美中会田埔教会前来为其建堂募款，长职会议决，请关心带到。第三，11月23号是感恩节主日，迄天是荷塘礼拜。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向上献心献银的行动，回应上帝1年来的引领与呼诱。礼拜后将举办一家一菜感恩飨宴，邀请兄姐分享拿手好菜，请欢喜预备菜肴者至1楼柜台登记，以免菜色重复。用餐后，我们就要马上进行圣诞节的布置了，请各团契要留意跟配合。第四，2025年教会补助款最后申请日是11月30号，请各团契会长及辅导留意。第五，2025年8、9月份财务报表已刊登于公布栏，请自行参阅。第六，2026年爱餐认线，请踊跃响应并登记，一个认线单位是3000元，每周开放2个认线单位。认线款请于2026年第1个主日再交给干事登账。咱过来看团契消息。11月14号礼拜5上午10点，相连团契主会，内容是灵粮分享，主理是义杰牧师。具体消息：11月22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，刘家香先生与车志云姐妹在本堂举行结婚礼拜，邀请各位兄姐观礼并祝福。第二，11月23号下晡3点半举行顾吴文崇长老周年家庭追思礼拜，要参加的请到柜台登记，以便统计人数。奉献的名册咱家己来看。上银信息508首，信息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扶持甲帮助，甲你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未倒必灰。